新台病院麻醉部醫師謝佑蓮表示，超過90%的急性帶狀皰疹的患者會經歷急性的痛痛，在經過治療以後，也是有超過2成的患者痛痛會持續超過3個月，變成真歹治好的皰疹後神經痛。不過現在會用運用神經阻斷術，透過超音波的導引，將局部的麻醉藥加上類固醇注在神經的周圍，不但會用阻斷痛痛，也會用減輕神經發炎的反應。這種急性的帶狀皰疹疼痛，我們一般是使用抗病毒藥物，還有口服的止痛藥物做治療。但是這些藥物的限制是在很多情況下是沒有辦法，就是讓這個劇烈的疼痛有效的改善。那我們這個神經阻斷術是在醫師在影像導引，我們比較常用的是超音波導引，在超音波下面看到神經肌肉血管，然後把藥物直接打在神經附近來進行止痛的效果。那這個神經阻斷術它的好處是，只需要一點局部麻醉藥跟類固醇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止痛效果，然後也不會有全身止痛藥的副作用，像是頭暈啊、嗜睡、噁心、嘔吐這一些。醫師強調，痛痛是身體發生異常的警訊，但持續劇烈的痛痛會嚴重影響到生活的品質。面對急性的帶狀皰疹，應該趕緊就醫接受抗病毒的治療。若痛痛劇烈，或者是吃止痛藥效果有限，會用進一步到疼痛科的門診來評估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